國務院及行政長官上午差不多同一時間任命及委任多名主要官員及澳門立法會官委議員。關於主要官員的任命，有機會再一齊討論。今集主要想講講關於立法會官委議員的情況。有長期深度參與澳門社團以及立法會選舉組織工作的社會人士表示，今次官委的委任名單很大程度上係受到早前直選結果的影響。社會人士表示，按他多年觀察，自回歸後，澳門的管治是以特區政府、立法會、愛國愛澳傳統社團三個大系統對澳門社會進行多層面多角度的管治同治理。但隨住形勢的不斷發展，群眾聲音能否反饋到上層，上層的政策或長官的施政理念能否具體落實，從近年來看，這都難越得很。而隨住高天賜成為今屆立法會選舉票王，各方都認識到原有的管治運行模式需要進一步深化優化。社會人士指出，係保障澳門公民權利以及做好立法會民主選舉的大前提下，各界亦要做好社會發展，為澳門群眾謀幸福，並持續加強澳門與內地，特別是與大灣區深度融合。另外，一般普羅大眾可能更多關注到張永春今次的委任。當然，張永春進入立法會是重要一環，但從立法會的優化來看，這不是唯一。例如高錦輝校長、林法欽院長、黃家麟、高岸聲這幾位新晉議員，雖然各自專業不同，但佢哋都係長期從事教育或青年事務工作。佢哋進入立法會，不亞於張永春入局的重要性。而這安排從側面也看到長官對未來立法會工作任務的傾向性。早前有接近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對於高天賜成為票王，上中下三層反應各有不同。中層對於下層長期謊報、誤報、瞞報的情況，於2019年前後早已掌握，並對下層實施了一系列整治手段。而對於高天賜成為票王也心中有數，但最令中層震怒的是高天賜的得票數及得票率超乎想象，而下層對此卻無任何預判，故中層得知結果後即時對下層照肺。照肺原因唔係高天賜成為票王，而係下層沒有評估或預計到高天賜成績咁亮麗，且無任何應對方案。而個別傳統陣營成績從全局來看並不理想，且展現危態。選舉前，下層同樣沒有就此作出反應或進行任何分析研究，只顧一昧唱好。反之，上層對此並沒有表示好與差或作出批評，而係要求中層無縫啟動多年前制定的官委議員委任計劃。這裡的計劃重點只有一個，即任命合適的司局級官員出任立法會官委議員。由於時間關係，相關情況等小編團隊留待下次再訪相關人士分析拆解與大家分享。